其實我想問一下大家，你試唔試過專門去一個景點，結果發現其實成座城市就係一個最大嘅景點。當我從巴塞羅那返嚟嗰陣時，可以話巴塞羅那就係咁樣嘅一座城。應承我一定要睇齊呢部片，你會對呢座城有更加深刻嘅理解。講起巴塞羅那，其實點都繞唔開高迪呢個人，佢就好似大自然嘅翻譯官，將海浪、森林同埋動物嘅形態都變成晒啲建築。第一站可以去米拉之家，呢座城真係好得意，成嚿石咁，冇有一條直線。佢係高迪最後一個私人住宅項目，喺100幾年前就已經有咗地下停車場，嗰陣時單車都冇幾台，可以話呢個設計理念真係夠超前。跟住再去巴特洛之家，呢度簡直就係一個海洋童話，從內到外都係海洋嘅元素，連啲窗都係八爪魚嘅造型，下面啲腳就係啲格柵，可以通風，又得意又實用。最奇妙嘅係佢嘅玻璃，模擬出喺水底睇嘢嗰啲朦朧感。行入去真係好似去咗深海大冒險，而且呢度仲有粵語嘅講解，把聲仲好似迪士尼嘅配音，呢個體驗真係好過癮。但係其實最震撼嘅一定係聖家堂，企喺外底你就已經俾佢嘅規模同細節嚇親，但係你一定要入去。喺下午嗰陣時，啲陽光透過西面暖色系嘅玻璃照入嚟嗰陣時，成個空間都會被一種好溫暖、好有感染力嘅光包圍住。裏面嗰啲柱好似一片向上生長嘅森林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好強大又好安靜嘅生命力。玩得出嚟，仲睇到有班後生仔喺度跳舞，然後周圍啲人亦都跟住一齊跳。呢種盡興嘅快樂，先係巴塞羅那最真實嘅靈魂。其實喺呢度，你都可以學下當地人咁，求其揾個高地坐低，乜都唔做，就喺度等緊天空慢慢由藍色變成金黃，再變成粉紫色。我覺得佢哋等嘅唔係日落，而係一份夜晚降臨前嘅鬆弛感。嗰幾日我最大嘅收穫其實係一個人當佢接近大自然同藝術嘅時候，真係可以 feel 到能量嘅流動。好啦，聽講近排你哋都有打算出去耍，不妨話俾我知你哋嘅目的地，可能我哋都可以一齊